嗱，12號到8號就係我還押嘛，還押咧就係每日探訪，就喺大欖女懲教所。裁決前1個月，陳虹秀同親友視像通話，向大家交代被判有罪入獄時最壞準備，一切好似預知咁。呢個 meeting 咧就係因為如果我假設我罪成，咁我就要還押啦，咁要講解下個情況，等大家冇咁擔心咯。自認社工逆耳嘅佢，對裁決結果一啲都唔樂觀。訪問係喺2月進行㗎，呢一晚討論話題都圍繞入獄後嘅安排。判決嗰日我會帶住覆診紙入去嘅，咁就方便到時候萬一真係如果係罪成嘅話咧，就一入去會見醫生嘅。洗髮水就每個月1樽咯，冇護髮素喎，咁所以我會剪短頭髮噶啦。唉，曱甴情況咧就係我最擔心嘅。陣地社工陳虹秀本身主力青少年同院舍工作，以往佢係幫人做入獄前準備，今次就係為自己。對我係多好多嘅心理準備啦，呢個好重要。係咁，所以成日都叫我媽冇咁擔心嘅，入邊係 OK 嘅。佢預計罪成嘅話，會面對起碼3年左右刑期，但佢話坦然面對，反而親友比佢更加擔心。你講咁耐，都係講坐咧，有冇講坐嘅安排？就係咯，即係如果我唔坐咧，咁一般佢哋律政司應該會 hold 住我個旅遊信件嘅。好，咁就辛苦大家，係啦，仍然有2成機會贏嘅，希望同大家食飯，係啦，好啦，拜拜啦。喺2個幾鐘嘅視像通話當中，佢多次提醒親友唔使太擔心，又特別提醒佢哋唔使寫求情信，因為佢維持唔認罪。可能我個信念係，只要我身體健康，我未死得，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。反正都要面對啦，咁咪坦然面對咯。其實求情信講真係唔使幫我求情噶啦。不過我諗品格證明信可以講下嘅，我幾咁好咧，咁都判我罪成，係咁樣都咁講下噶嘛，係咯。唔識嘅。呢一晚，陳虹秀同幾個親友食開年飯，但即使隨時面對牢獄生涯，佢仍然抱住平常心，冇為即將判決做倒數。不過好友阿南都暗中為佢擔心，會特別珍惜呢幾個月嘅相處咯，因為始終唔知道即係3月11號個宣判之後會係咩狀況。呢5年就係擔心咯，即係唔知佢邊一刻會有事。冇辦法啦，佢咁呢種性格啦，佢太過愛香港，佢真係好愛香港。佢以前細個時都係呢種性格，好打包俾朋友。咁判決前有咩可以做呢？陳虹秀早喺1個月前，經常抽時間朝早跑步。我由12月開始咧，已經輪流啲朋友同我餞行㗎啦，喺度約我食飯啦。所以咧，本來咧已經瘦咗嘅我咧，咁已經再次肥翻啦。咁就搞到我又要再跑翻步。呢幾日一早跑完步之後，就翻屋企執嘢。一方面係準備入獄時讀嘅書，一方面係準備入獄之後屋企冇人打理嘅雜物。本身都一路都喺度即係執好無論工作啦，或者我有啲嘢想做嘅嘢都一路做緊，咁所以又冇乜太大嘅遺憾。咁當然冇咗幾年都唔係一個開心嘅事啦。咁樣咁我覺得自己冇做錯，咁所以其實就算係判我罪成要坐監，我都唔係太驚。喺裁決前1星期，陳虹秀剪好短髮，工作亦安排到判決前嘅1日。社福界同事都同佢惜別，話入獄嘅話會盡可能報讀課程，而自己最唔捨得可能係愛犬雞蛋仔，因為雞蛋仔最唔能夠明白點解主人會突然消失咗。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衛斯李榮添報道。